来关心今年第7号风台安比透早形成咯，目前是轻度风台哦，强度会得继续增强。安比伫这个拜六礼拜上挖进日本的关东地区哦，所以提前准备要去日本的民众，就要特别注意。拜四开始，低压带接近台湾，中南部地区天气是真无稳定。这个拜六礼拜哦，全台湾拢会落雨，中南部地区哦，嘛有可能会落大水雨。大台北有一寡地区无到10点半，温度就升到36.5度。全台湾中昼进前翕过热，中昼过了对流旺盛的天气形态，一个再连续2天。自拜四开始，伫咧低压带挖过台湾，西南风、面风的中南部地区天气开始无稳定。到拜六，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雨。周末到下星期之初，中南部的降雨是整天性的降雨，可能会出现局部性大雨。如果对流更旺盛一些，就会有局部性的豪雨。其他各地降雨时间也不会只有在中午以后，但其他各地中午以后也会有明显的像局部性大雨，甚至局部性豪雨发生。民间的气象公司分析，受到中国低压带建立，南海到台湾的西南季风搁再度增强。自拜四开始，中南部沿海开始会降雨，落雨可能会落到后礼拜前几天。另外，今年第7号风台安比伫拜二透早形成了，以1点钟11公里的速度向北边的方向所震动，强度还阁伫咧继续增强，无排除伫咧挖过日本关东地区时阵会变做中度风台。目前比较有可能是在关东的近海这个地方掠过，那因为它距离日本关东还蛮近的哦，所以很容易就有机会影响到东京这一带的这个天气的状况。所以如果要前往关东的朋友，可能要特别注意哦，尤其是在16到17号这2天。天气分析师提醒讲，伫最近若要去日本东部的民众，要注意天气的变化甲航班的资讯。而目前除了安比风台以外，伫日本东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 TD9 也可能发展成做风台，有7个路线会继续向北东的方向所震动，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